做伙来吟诗，圣诗182首，圣诗182首。我信全能的上帝，请入。上帝，我感谢你，你属下独一的名字，耶稣来到世间，为了世间人死而活。你会叫我宣告，生命已经赢过死亡，世间人也因为你会叫我得到平安，得到医伤，得到能力，也恳求主你，互阮通过你的叫我，会当体会主你的疼，互你的叫我的心永远离阮的同在，互阮艰难、受伤的、绝望的、软弱的，拢通得到你的医治，因为主会叫我，互阮得到生命的活水，互阮活得更加喜乐、更加丰盛。主，阮大大来感谢你。愿主搁我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甘心乐意参与敬拜，用心灵来敬拜你，真心真力来服侍你。由你的感动阮，改变旧的阮，同心参与宣教。哪一人参与宣教，教会就哪福音。这是我们要为了台湾96%还未信主的人来祈祷。主啊，你叫我上天以前，你吩咐将门徒，互因大使命，就是到普天的去传福音，奉主的名，为因来行洗礼。各位主，我们将这个大使命传出去，我们起来，写做基督的精兵，为主的真理较疼来拍拼。我能愿你为了还未信耶稣的朋友来祈祷，朋友主的心灵当中，互我哋都常常来拍招呼，千安问候，传讲福音，愿你也甲因伫地心灵来感动因，来接受福音，让得到主你的疼，甲各我的稳定。愿主啊，使我今仔日会过我这个赞美礼拜。佮互阮领受主的心肠，祝阮祝福今仔日的受洗兄弟，互因甲主相结连，互因一生中有主的恩惠甲慈爱。阮祈祷，上各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启应启文第54，启文第54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
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嘴巴宣布上帝旨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了实践上帝旨受迫害人真有福气。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以及是约翰福音20章第19、第20节。约翰福音20章第19、20节，请咱看英文。7日的头一日的清早，天也未光，我带领下玛利亚到墓，看见石已经对墓刷过，就行去就问西门彼得甲别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迄个，甲因讲，有人将主移出咯，阮毋知下伫伊哪里，所以彼得甲迄个别个学生出去到墓，两个偏偏走，迄个别个学生走最头，比彼得较紧，大声到墓，下落看墓内，看见有地步下地，独独无入去。西门彼得对后到一步，看见有地步下地，佮看见后头会紧，无甲有地步做一伙，是另外伫一个所在讲的。于是迄个大声到墓的学生也入去，看见就是，因为因也袂明白圣经的话，讲因的确着对世人重要。为安尼，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我带领下玛利亚迄个以上。这是咱们正本堂题目所来讲到，伊的题目是看去就是了，看去就是了。那请陈凯安同乐来翻译。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今天我们
大家思考的问题是讲，咱生死疲劳，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生老病死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是上帝创造的生命的这个定律，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定律。哪呢讲好啊？如果是这样子，那有复活吗？咱常常伫信仰中间讲，咱人为人，但是在上帝事都为。我们时常说，在人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咱就只要来宣告讲耶稣复活啊，这是一种宣告那样，还是咱的当证？所以耶稣复活是一个宣告而已呢，还是我们可以证明它？其实咱伫信仰方面，咱真侪代志拢是无办法证明。在信仰上，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是你得单单用信心来接纳。但是我们要单单凭着信心来接纳。你本来书在就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反正讲信心就是无看见所不望的，这个确据。他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若对信仰方面，上较重要的是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我们遇到信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迷信，但是信心不是迷信，还有真侪方面的部分，咱有问题当来证明。从很多地方我们还是可以来证明。要要问一个问题，讲你若是如果你要安怎去相信无在场的这种事实？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相信我们不在场的事实？咱来回想讲，咱的法院中间，这法官为什么会当判人死刑？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法院当中，法官怎么能够判人死刑？这个法官要判人死刑，绝对无在。法官要判人死刑，他绝对没有在场。但是伊为什么敢判死刑？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判他死刑？咱若看这个电影或是参与伫这中间时，就知。我们不管是从电影上，或者是我们实际的参与，我们可以知道，伊是经过真慎重的思考，他是经过慎重的思考，佮加上真侪人做这种证明，加上很多人的作证，有人做这个证明这个，有很多的证据，伊就伫耶稣来相信这一样，就借着这些来相信这些事实，所以伊就伫遐来判。就这样子来宣判。我手头这本册，我手上这本书叫做《定信耶稣》，叫做《重审耶稣》，这是一个美国一个记者叫做史特伯所写，是一位美国的记者史特伯所写的。伊是耶鲁大学法学系的这个硕士，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伊是一个真资深的记者，他是一位资深记者，伊所找的就是拢是法院，他所跑的新闻都是法院的新闻，以及其他一个较重大的，以及一些重大的事件，就真侪奖。他得到很多的奖。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伊嘛伫遐咧感觉疑问对耶稣这样的，他有疑问，但是伊就想着讲，我伫法院的时阵，但是他想到我在法院的时候，看见迄个法官为什么敢判这个人死刑？他看到这些法官怎么样能够判就是因为伊有这个证据，这个证据伊会当相信，这个证据使他能够相信，所以伊若会当伫这项事顶面找着遐会当做证的人，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能够找到可以作证的人，伊伫遐证据会当伊会当相信的时阵，这些证据让他可以相信的时候，那呢伊就要来改变伊信仰，这样他就要来改变他的信仰。伊就用2年的时间，他用2年的时间，到世界一切13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到世界上13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伊提13个问题，他提出13个问题，每一个拢是针对伊的这种伊的专家的部分。每一个问题都是针对他的专业，你要要证明讲耶稣真正是上帝的，要这样子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问题拢非常尖锐，这些问题十分尖锐，因为伊本身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本身是无神论者，所以伊嘛要想要说服家己，所以他想要说服自己，所以伊提问题嘛非常的这种亲密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重要。最后，这个作者，这位作者伊讲这本书，他成为一位牧师，伊发给耶稣真正是上帝。因为他发现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咱虽然，咱对这个咱不在场的时阵，这事情咱冇办法当来知。我们对于我们不在场的事实，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因为你若对所讲的人你相信，因为你如果对所讲的人相信，你提出来证据你嘛相信，他所提出来的证据你也相信，虽然咱不在场，虽然我们没有在场，但是咱嘛
仍然可以相信。今日我们来邀请大家，今天我要来邀请各位，咱大家拢讲对一个陪审员，我们都成为那位陪审员。咱来看这个案件。我们来看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叫做耶稣复活的案件，称作耶稣复活的案件。这个案件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汤的复活，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又称为一个空墓案。所以咱要对这个汤的这个复活，咱三个来看。我们要借着这个空的坟墓，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咱读个圣经在是这个题目，我先请大家来读华语。我们一起来看华语的圣经，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0节。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今日这个圣经在记载着耶稣复活，有人去看发现耶稣复活的记载。今天这个圣经节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有人去看见，发现耶稣复活的事实。第4福音中间拢有记载，在4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约翰所记载的跟人不同款。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和其他不一样。这就写着一句话讲，第20讲，彼得甲别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的。在第2节提到说，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听的是什么呀？耶稣所爱的是谁呢？也就是约翰。是约翰。所以你是作者，你是一个当事者，所以他是作者，也是当事者。所以伊写得特别清楚。他可以写得特别清楚。包括讲到时已经看，但是伊无进去。包括他当时已经看了，但是他没有进去。彼得入去了后，伊才对。彼得进去之后，他才跟着进去。然后讲一句话，伊结果，然后他说了一句结果，伊就是看伊就信。他看见就信了。这个记载其他的3方面内底无记载。这个记载在其他的3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当然伊这个约翰福音记载，只有约翰福音特别记载，因为他是当事人，清楚，他非常清楚。所以写的就是咱即马陪审团内底要听迄个最正义的人所讲。所以他的记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陪审团的证明。所以今天所有以下的大部分都用约翰福音最主。所以接下来我们所看的都是以约翰福音为主。头一个也讲这个案件报案的人也怎讲。第一个，我们来看报案人是怎么陈述的。时间是伫安约因拄啊过7日的头一天的清早，天还佫暗时。他说到时间是在安息日刚刚过7日的第1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地点是到底耶稣的这种墓。地点是在耶稣所埋葬的坟墓。耶稣也是在讲什么？他的事件在说什么呢？在讲大家的玛利亚甲主耶为人带着香料，这个香料，要去换这个耶稣的身躯。他说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位妇女带着香膏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伊要搞是，伊安尼烦恼讲，这个墓头前这大石要安怎来开？他们正在烦恼说，我要怎么把墓穴前面这个大石头移开？但是搞是看伊已经刷。但是看见大石已经被挪开。马太福音讲较清楚，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更清楚，天顶有一个天使落来，说天上有天使下来，将这个门、这个石门甲拍开、甲刷开，将这个石门挪开，然后请伊入去看，请他们进去看。耶稣已经不在家，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不在这里，所以他被刷开前，耶稣就已经不在。所以还没有移开之前，耶稣已经不在了。所以赶快约翰福音，伊讲这个石头刷开时，就看讲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墓内底。所以约翰福音也这样记载说，大石头移开的时候，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墓穴里。约翰记载讲，内底玛利亚就马上走到去找彼得甲约翰，请伊去看。约翰福音记载说，抹大
那拉的玛利亚，他就急忙跑去找彼得和约翰，请他们进过来看。这个是报案的人所讲的，这个所讲的这个代志发生，这是报案人他所陈述的事情。然后咱知约翰是这个当事者，接着我们知道约翰他是当事人，所以告诉咱看，这个开始在讲伊的证词。接着他就开始陈述他的证词。如果伊先到向内面看，但是伊无入去。他说他先到，他向里面看，但是没有进去。表示讲怎样内面是安怎，伊所写的。所以表示他知道里面是怎么样，他负责任对他所写的。后壁说，如果讲彼得较走较晚，到位的时阵入去看到这个幼地婆都是伫个所在。接着他又说，他又记载彼得后到，他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耶稣包头壳的这个棍啊，有甲这个幼地婆是做是另外的所在。又发现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佫是伫遐滚的，而且是掉的，而且是卷着的。这是第二项所看见的。这是第二个所发现的。第三个佫记载讲，然后伊嘛入去看去就死了。接着他又记载，约翰他也进去看见就信了。那这个证明，这个约翰所要讲的意思是啥？约翰所要陈述的事实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讲，迄个滚的这个包头壳的滚，甲这个包身躯的幼地婆内底是空的。他要讲的是卷着的包裹头巾跟细麻布里面是空的，表示讲这个布是有人安尼掠开的，表示这个布不是被扯开的，是一个真完整个迄个所在，是完整的放在那里。这个要说明是只有唯一可能是耶稣复活。这唯一的可能就是耶稣复活。这是一个最见证的人，伊所要表达的这个信息。这是一个做见证的人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咱知影伫翻译中间拢有翻译的，还有这个所有的对抗。我们知道在法院当中一定会有相对的证词，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到即阵依然够存在每一种对这个他的无同法。我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有很多对这些空坟墓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这个反对的人，伊的攻击和伊的疑问，就是这些反对者他们的攻击和他们的疑问，依然可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流传。就有三种讲法。至少有3种说法。头一个讲法就是讲，因根本就行对位啊。第一个说法是他们根本是看错坟墓了。讲行对位，咱看玛利亚，这所以袂记载玛利亚彼得约翰这人，无同款的时间到伫一个坟墓内底，讲是行对。但是我们看四福音的记载，无论是玛利亚、彼得或者约翰，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到达坟墓。咱来想想，应该是不可能。我们来想象，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咱若是行对，如果是走错了，伊还一直咧讲，这个官方敢会使应该正确的提出来就好了。如果是走错了，难道官方不能够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们吗？所以这种讲法应该是不正确。所以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咱袂当相信这种讲法是无法采信的。第二个讲法是讲，耶稣只不过分别人啊，伊结果醒起来啊，所以伊就家己行出来。第二个说法是说，耶稣只是昏迷而已，他醒过来了，所以他就自己出来了。但是咱在记载中间拢讲到，兵丁用枪插耶稣的脚面，我们看到所记载的都说，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下，看伊流出来是血甲水滚开，看他所流出来的是血和水是分开的。当一个人的性命若无已经无跟呼吸的水甲血就分。当一个人已经不再有呼吸的时候，他的血和水就会分开。所以这个兵丁看见耶稣是流出血甲水分开的时阵，所以当兵丁看到耶稣所流出来的血水是分开的时候，伊就知影耶稣已经过身啊，他知道耶稣已经过世，所以就无甲耶稣的这个骹骨甲拍断，所以他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脚。他两个这个残拢骹用拍断，其他2个强盗都被打断脚，要互伊的血大量流出来。当时他的血能够大量的流出伊这来。个搬过这精神，伊安休日的精神，就会当伊个摆走。在安息日前的时候就能够所以埋葬。兵丁伊个证明耶稣已经过世。所以兵丁已经证明耶稣已经死了。第二，假使耶稣若是分别人呢？第二个，如果耶稣只是昏迷，经过一段的这时间的这种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但伊若醒起来时，我相信身躯绝对非常的烂的。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应该是非常的虚弱。所以无可能爱家己甲包身躯的这布地条，过当甲门刷开出来。
太可能能够睁开我是木的，然后自己走出来。何况这个包头开分啊，以及这个幼地无拢都非常完整。而且我们看到裹头巾还有细麻布都非常的完整，这不可能是家己醒起来分别来跑。不可能是自己醒过来而且解开。现在传说中间最第三种讲法，传说当中最多的是第三个说法，也讲学生把这耶稣身躯个这个他偷摕，然后呢讲已经过啊。这个说法是说门徒偷走耶稣的尸体，然后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咱来看这书以马太福音记载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记载非常清楚，讲拢有兵丁的固守，说有兵丁在固守，为什么这是太犹太人的要求？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要求。伊讲这耶稣有讲伊3天要过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3天要复活，可能是要学生来甲这个耶稣逃走，特别来甲伊提走，然后讲伊过啊。他们害怕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要偷走耶稣的身体，然后所以叫这个一定要兵丁去保，所以要求兵丁要看守，确实就派兵丁去保。确实就派了兵丁在马太福音28章再到15章，在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5节4节到15节，就讲到遐兵丁遐看伊这情形非常惊讶。他提到兵丁看到这些情形非常的惊就倒等于报告讲耶稣已经复活，就回去报告说耶稣已经不见了。犹太人提钱最钱互这兵丁，犹太人拿了很多钱要给兵丁，甲伊讲你得讲是学生逃走，告诉他们你要说是耶稣的门徒偷走。这记载讲兵丁安尼讲，记载就这样说，兵丁就这样子说，然后这个流传到现在可能讲，这个流传到现在依然存在。所以咱看伊讲，这个只要是兵丁这个学生逃走，啊，到这个来讲伊个话，到底是不是门徒偷走，然后来说他复活了呢？我相信哦，兵丁的故是不可能。我相信如果兵丁在看守是不可能的。第二，咱来看，第二个我们看，这学生早就已经走啊，不在位落去啊。那时候耶稣的门徒早就已经跑掉了，因为惊到犹太人以为来攻击伊，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攻击他们，所以可能伊个所在去偷这些耶稣的这个尸体，所以他们不太可能会去偷走耶稣的尸体。当然，咱已经听见一个最近就是约翰所讲，然后我们已经听到约翰这位证人的说法，咱若去看见这我反对人所讲的理由，讲有至少3种理由。我们也看到了敌对者他们的理由。你若是一个违信者，如果你是那位陪审员，你唔知你最先的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咱来看这个决定所判官所讲的。我们来看这里的判决。后一个讲所有这空间，咱如果讲因为这个无可能的所在，所以唯一可能就是耶稣已经复活。我们看到这些攻击和疑问都不攻自破，唯一的可能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咱看见圣经中间记载怎样的约翰福音、哥林多前书拢写讲，耶稣国外伊向足侪人遐来显现，包括多马嘛已经是详细查。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约翰福音都记载，耶稣曾经多次向使徒显现，多马也仔细的查证，甚至有一摆讲向500外的学生遐来显现，甚至有一次向500多位门徒来显现，这些人拢有当做见，这些人都可以做见证。真显的真侪人拢相信，无伫这所在有这个传说通。所以这些人都相信，所以没有让这个传说就这样不见。咱看见这学生伊非常惊的是，但是突然变做勇敢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原来惧怕，但是他们却开始勇敢传福音，伊来宣扬讲主耶稣已经过啊，开始宣扬耶稣复活的消息。虽然受到这个大祭司、这个公会还是这个官府遐来打击，他虽然受到大祭司还有官府的打压，但是伊嘛无退缩，但是他们也没有退缩，伊一定是看到这个复活，他们一定是看过复活的耶稣。伊若听，他不但听见，伊嘛一定去看。他也看见。咱不但安尼，咱历史历代来看，我们从历史历代来看，看见无共款阶层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人，不管是军哦，不管是君王、官员，还是这个学者，或者是学者、科学家、这生意的商人，以及一般的百姓，甚至一般的贩夫走卒、伊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还是青少年，或是青少年，这些人真侪人拢伫遐来证明讲主耶稣已经复活，这么多的人都一起来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活伫伊的心中，而且活在他们的心里。是敢若某一种站出的人，站伫伊的所
所在讲，而不是其中的一个层次的人说而已。每一个阶层的人拢总有，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所以最后一个判决应该这个结果，所以最后一个判决应该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耶稣已经到了，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到啊，咱无在场，耶稣复活，我们没有在场，但是咱来当相信这个证据是，咱慢慢下来开始讲耶稣已经到啊。但是我们如果相信这些证据，我们也要确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咱隔壁来看。我们来看结论。约翰福音的作者亲自伫遐来见证，伊就看见他的复活就信了。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亲自来见证说，他看到了空坟墓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今仔日咱虽然无办法照着看见耶稣他的复活伫遐来相信，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借着看到耶稣的空坟墓来相信，但是咱买当照着咱家己体验，还是别人见证，咱永远买当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着自己的体验或者是别人的见证来相信。世上足多代志，咱无可能亲自来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见，但是咱会因为信因，因为证据，咱就要来相信。但是我们会因为信任，因为这些证据，我们就相信他。耶稣到我经过2000多年安尼来传讲，耶稣的复活经过2000多年的传讲，搁伫遐来做见证，来做见证，拢无办法耶稣再来推翻，都没有办法推翻。来证明讲耶稣到我真心甲通相信。所以从这里可以证实耶稣复活的真实和可信。你这所在要甲咱讲，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听去就信的人，比看去就信的人更较好。听见就信的要比那些看见就信的更有福气。以约翰福音29年的高赞，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甲迄个真高怀疑的罗马来讲，耶稣对那个多疑的罗马来说，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咱今仔日无可能看见耶稣看，我们今天不可能看见耶稣的空坟，咱嘛无可能看见耶稣亲自来信。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耶稣亲自显咱若现。信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看见就信。就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咱面对面更较比看见才信人更较好。我们要比那些看见才信的人更有咱今福气。仔日是过节，今天是复活节，你过去这个礼拜中间，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你若有甲主伫遐同经历着伊受难的日子，如果我们和耶稣同样的经历他的受今仔难，日应该非常的欢喜。今天你应该十分的欢喜。咱要甲主伊个所在的东西做完都喜乐。要在这里看耶稣同享复活的喜乐。咱敢若伫迄所在的喜乐我们只有在那里喜乐，无够，不够的。咱要安怎爱参就使徒共款，但是火热来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像使徒一样火热的传福音。咱为着主耶稣伫来做见证，我们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咱伫遐来表明讲，咱嘛信啊。我们来表明说，我们也相信。愿上帝祝福你，你若信过伊啦，愿上帝祝福凡相信他的传福音，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做见证，愿意做见证的人，祝福咱。上帝要祝福我们。同心祷告。亚当主，做外主，阮感谢你，因为早时着阮世间人定是你嘅老宝贝，就是国外然后带来阮永生的希望。那今日你所在，阮来庆祝主耶稣你的复活，带来互阮的生命无限的一种希望。阮感谢主你的听人，因为阮是无值得主你来听，因为阮是一个罪，阮是一个唯一的人，但是主你单单听世界，你就愿意为世界人来牺牲，遮尔大的问题，阮要安怎去所在来负担？就是你帮助阮，我有勇气，我领受了遮尔好的福音，遮尔多的这种听伫阮心上去，阮愿意用阮所领受的来当好人知。就是你帮助阮，就是阮有勇气，你抛弃圣体，其实阮每一个人到家己来，到家己当来做做见证。阮献上阮的感谢，阮有这时阵，阮要用台湾这个基督教会信用个别来个别阮的信用。阮是上帝创造统治人间，把你同一起。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是个生活甲真理。你的领是信心老太，对于在基督玛利亚是最人最咱的名义，定是对于耶稣定是联系，不过
第三点，咱小的医院也保育，咱有就日本3医的种地人海啸的重建的来关心来做甲防疫。伊第四点，咱的风险证明，有年风险证明，登记到今仔日为止吼，咱后壁有办法搁发一个风险证明，因为咱来去到这个中会去登记啦。咱看第6点，第一小点。巴黎读经运动甲艺术连线吼，咱已经14个报名，嘛真侪人开始今咧读，已经有人已经会完啦吼。咁嘛，咱大家较努力，上帝维护要争取咱逐人的帮助。第3点，这个借书的这个优良借书吼，咱较来要来发这个。然后第5点，第4点，后礼拜咱有今年第1摆这个初信者的作业班，咱看第2后这个名单，这个人咱的属灵伙伴爱回忆来参加来上课吼，咱知影。第10点，甚至出现伊嘛较早要来管吼，咱要看这个第2的第2点，也讲到咱下昼今仔日下晡3点大会教会，咱前的这个第2任的牧师，但做牧师伊要进行退休。咱圣保罗伊来唱这个祝歌，咱随一人来去参加，咱有车有咱车要去的所在，还佫有淡薄仔，你若无经验，佫有淡薄仔位吼，咱会使去的所在，带去伫这外口等，然后位咱就另外当坐吼，这是所在有咱明白，这是邀请咱大家今日咱来唱奉献的时间。即摆的时阵，因为现在咱有2个标
标准吼，第一个是伊伫学校的成绩爱达到标准，第二个伊伫教会的出现，教会无论是参加礼拜、参加主流还是参加团契，伊的出席爱达到标准吼。所以这两项拢爱达到标准，咱才会当通过。伫教会出席，咱大部分是用咱伫教会迄个电脑刷卡的记录来做记录来鉴别吼。所以而且爱提醒大家爱记哩请咱的主题吼，咱的囝是来教会时阵一定爱记哩迄个刷卡吼。过来是先来办法国小的部分，咱请许慧茹许慧茹来代表，来许慧茹出来到前面来吼。恭喜！后面我们来请庄正宇同学来代表领奖。钟雅竹同学，请钟雅竹同学到前面来。好，发歌的部分，李维杰，有没有来？有哦。那你就打面。来，李维杰同学，好，我们跟公司合照一下好了。优良的名单吼，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2010年第4季吼，第一名是林荣芬，第二名是张玉慧，第三名是吴丽珍，请发着名来到台前吼。伫2011年，咱有改变咱的奖励办法吼，因为咱想讲爱奖励更较侪人来看册来读册，所以是。借阅数量的前10名，拢会当得到100元的图书礼券吼。名这个所在，像咱看到咱的名就出来吼。2011年第1季，奖励是林志涛、李慧娜、曾琼荣、李耀昂、张玉慧、林荣芬、徐世芳、高曼双、黄怡安、赖香玲、简玉玲。像咱来到伫台前吼，无人吼，无人我就收起来。
丁敬伟、王教学哈，王教学，你们在幼时已经受洗，今日要告白你们的信仰，得接纳并有奉于主的圣餐。你们幼时已经受洗，连接于主耶稣基督，成为他教会的信徒，属于他。上帝的恩典使你们长大，如今你们要在上帝他教会面前承认你们父母替你们所立的约，告白你们的信仰，奉献自己给主，一生一世来服侍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认他。”所以我劝勉你们要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回答我所问的问题。第一，你们深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吗？好。第二，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是。好。第三，你们当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一个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好。你们已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就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奉于主的宴席。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上帝，你在这世上建立的教会，允许保守到世界末了。我们感谢你对这两位所施予的恩典，也感谢你使教会因接纳他们而得到喜乐。我们感谢你通过洗礼，使他们也有奉于基督的身体，也感谢你使他们在信仰上得到培育，在生活中得到感化与帮助。我们祈求主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这时要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求你按着你的恩典接纳他们。他们前来领受圣餐，接受主耶稣的身体与血的时候，求你使他们看见你的爱，得享你的恩典。亲爱的主，用你的能力保守他们，使他们永远属于你，天天在圣灵里长大成熟，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请小会员、牧者与小会员，我们一起来握手，来接纳。咱每一位艰辛的、甲顺利随的，咱拢有找一位这个属灵伙伴，伫未来一年中间陪伴因读圣经，对信仰无辨别所在，会当诚做因的帮衬。咱丁俊伟的属灵伙伴是林新仁，咱请伊来献花，咱伊的这个圣经吼。好，王教学也属灵伙伴是叶凤姐。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教学他是原住民，那他原来很小他就已经受洗了，但是他后来嫁了未信者，他就一直离开，没有到教会。那现在又回到教会，他非常的感动，他觉得在我们教会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他这种接纳他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呢，他能够继续有很好在教会里面的造就，让叶凤姐多担一点心。敬伟呢是祖辉哈，等一下，祖辉的执事的第二个儿子哈。他说时候到了，
原来更早一点才对，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哈，终于回来了哈。我们来拍手来欢迎他们。成人时期咱有7名，咱3个人入圣诗，拄啊，这个350的诗首第30甲第40。你记的时阵，咱请这几位到伫台前来，到伫台顶头。吴敏柔、郑豪文、永建龙、杨家明、邱应新、谢创旭，请这几位到台顶来。刘双美。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如此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受洗，这圣礼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之表象与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与众人面前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第一，你们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第二，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效？第三，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我们会众请起立。阿妹的时候，我们一起讲阿妹哈。刘双美，我用水给你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永建龙，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邱应新，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吴敏柔，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郑豪文，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杨家明，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谢创熙，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得胜，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也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与新约的恩典。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悲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连接于基督而得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面前，在试探中的时候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够一生一世服侍你。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参加今天的圣礼之后，我们能够更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亏欠受洗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罪，引导我们回头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请长老来握手接纳。咱赶快，咱有迄个属灵伙伴要来陪伴伊吼，来为这个刘双梅属灵伙伴是陈淑清。双梅伊本来是伫这个拿林内吼，拿来吼，不是拿来的这个教会。所以因遐的迄个牧者有送一个这个卡片甲这个物件咧，互伊，我可以送，这是伊教的。来，建龙的这个属灵伙伴是伊太太吼，纯妮吼，来。印心的伙伴是张娟老师哈，是一个小组长。敏柔也属灵伙伴是佩姐。豪文的属灵伙伴是翁炳宏，炳宏。嘉明的属灵伙伴是苏伟。创系的属灵伙伴是霍昌丁乐。的附近咱我简单小介绍一下双梅姐妹伊是为大陆来的伊嫁予一个台商，以后伫大陆住了几啊年，然后再佫搬来台湾伊真需要咱大家帮衬。伊到伫桃园的时阵，因为这囡仔拢有来咧主日学很高兴伊会当加入伫咱的教会来，这个建龙是。伊的这个长人是洪振辉牧师伫咱中间就挥手，阮看到伫这所在牧师娘嘛伫边还是洪振辉牧师，即摆是伫道生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头拄伊个村里就是伊的太太，伊是囝婿嘛是时间到了
来印心哈，印心是伊讲伊伫这条路嘛行足久的啊，最近有一寡属灵的一种征战伫咧吼，伊讲我无经过自信吼，这征战太麻烦了。即嘛讲我一定是水类啊，遐就离开啊，感谢主吼。后来这两位是爸爸跟妈跟这个女儿哈，因同时会当来接受吼。本来是搁一个妹妹吼往那边，但是咱讲不忙伊当16岁以后来承认洗礼，可能伊的信仰更加坚定哦。无本来今仔日了就规家要信主啊吼，但是咱有甲伊会当了解咱的这个安排啦吼。就是爸爸跟这个女儿哈你的豪文哈，伊本身是军人哦，所以你看徛了足挺的哈，他的动作都很标准这样哈。咱继续关心着因哈。来嘉明呢，嘉明爷爷妈妈就是金台哈，这个启昭因哈，伊的女朋友哈，伫顶回完伫这所在，旧年的这个时阵，旧年的这个10月底的时阵哦，伫这所在水里哈，意淫。感谢主哈！创系这条路走了30几年哈，可以同时咧上课的人哦，早就变有点丢了牛啊哈，一个今天再来接受哈所以很多人受感动哦，终于也长，终于时间也到了哈，非常感谢主哦，咱用帕布来欢迎。